你不开头，就是开头。刚才是用细线，你们看的不太清楚哈，现在是用粗的比较粗的哈。刚才也是一样啊，从这个母线哈，上方，然后从往上拉，哦，这样，然后用拉紧啊，这样你不用这样也是可以的，这样的用这样，然后抓，然后这个线在左边往上，拉上来，拉嘛，刚才是左边嘛，然后就往右边拿点点，再拉，一个，还再一个，在左边，一样哈，再一个，右边再一个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左右左，这样了啊，就钢琴啊，好，开始那个木哦，也是一样，也是往左边，往左，这个线拿着到的中间。拉，你看，你们自己看着，你看，要仔细看着哈，拉，然后呢，在左边，也是一样，拉，然后在右边，再一个。本来是很比你这个还那个，一个眼睛，一个。都是一样的啦。好，就左边这样子。就是两次。要过来这样。没有在下面。好，那不咧。不咧，喊人。里面拉过来。怎么的比它这个长度你要怎么算？一样长。都算多少？大概用这样就好了。是看你自己的那个了。看你要网的鱼多大这样子啊。看你的手的抓。方便抓就可以了啊，要是太小不好嘛，那个大概就可以了，然后在左边嘛，在中下，都下，然后右边再一个，在右边再一个，让它很紧这样，不会跑掉这样，才不会跑掉，要不然你，再多，不算多，第三个也是一样，一直重复，是下一个步骤了。好，一样哈。概念，中间，搞压榨的再，再多，再多，这样嘛，然后再走，拉，然后再来右边一个，然后在右边，这样嘛3个木了嘛，你要几个木都可以了，你练习看看。第二排的。这样是这样，这样翻过来，平常这样线翻过来，那么粗，对，你的打这还是眼睛哦，这还是要去。就是干嘛你看，比大，两个拉再不一样大，一起拉才。对，因为一大一小呢。一大一小。像我的有抓乌钩鱼的，抓新鱼的。大，还能大，再多低一点。右边，再来一个右边一次，左边一次。拉出来，我给你都好。说，我比人可没给你。这个应该是哪一只手了你？这个手应该要从那边这样抓排棍啊，这个应该是这个手的方式抓这个可以看吧？你看这样哈，对呀，这样就对了哈。这样。好，第二排，第二排嘞，第二排。当老师知道了。速成班的。第2排。没有，先练一次，刚刚还是迷迷糊糊。 2次。这样，刚刚是应该是这样2个手指头，对，
来这一次跟他讲，阿嘎讲，往他讲。我就在哪里？然后就老师要有往正要把那里然后就左边，在右边是然后再右。右边。开头怎么弄？你要自己做，可这能才会个要过来吗？还能？对对对。没有，就这样压而已，就进来的。我怎么做？他手很好了啊。好，第二排。那第二幕啊。第二幕，或者主办一种。对，第二幕要，第二幕多少啊？因为它有一个会多出来一条，你好，第二幕才一点啊。你是抓对第一幕的眼睛。睛，对，啊。第一幕的眼睛。都是从上面。嗯。哦，这样嘛。对。现在旁边多一条线不是吗？对啊。哦。然后就压，然后。压，连这个一起抓。对，一起。给它吃。那这边有两条。那这样。对，你看。这边就两条哈。对。但是这边两条，这边就两条。也是一样的，对幕哈，太小。两只手。这样。这样手这样。然后从它的下面。全部。装，然后中间。反正就全部绑起来。这样一个了。技术多。无会，是无会的。好，对嘛哈。对啊。要这样。然后这样。到目前呢。好了，我要去那个，我进第三层。线镜头到这里，太多人了，你的线。不是从外面，从里面。对。那个晚上只有1000了，这。哦，明白了。哎，对。我现在明白了。那个已经。要给他熟练才可以给他。对。你要重新弄。我明白了。对。到这里就不明白了。压，然后。从上面，从下面。从下面啊。然后从中间。哦，是从下面。你们那边要继续弄吗？要熟练吗？熟练的话就。但是来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做干部咪，你那，你连那个，你那个。